彰化一个18岁女大学生，读高中3年的时间，逐工拢挂喙罨，参翕这个毕业的纪念册，嘛唔肯把喙罨摕落来，因为伊有真严重的后倒，这互伊真自卑。后来做3D 正下頦的手术，总算解决后倒的困扰。 用甜的面来食，这个真平常的动作，对小静来讲，会使轻松做到，伊真欢喜，因为进前伊外形是安尼。下頦真长，就是俗称的后倒，小静的后倒会伊真艰苦。前面是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把东西给咬断，因为完全没办法，就是正常的咬。 有时去咬着喙有够痛，严重影响到营养吸收，更加免讲查某囡仔上重视的外表。高中3年都是戴着口罩，没有几个人看过我完全的正脸。伊上课拢挂喙罨，连翕毕业相片同款挂掉咧。一直看在心里，我也是告诉他说，等你年纪成熟会动手术的时候。小静一满18岁，厝内人就替找医生做手术。 经过医生的诊断，伊是下頦歪倒平，顶下頜的喙齿2公分，是严重的假颌不正常。我们有利用3D 模拟的整个手术软体，先去做模拟跟规划，可以看到骨头移动的情况。科技配合医疗技术，和小静的后倒得到改善。喙罨摕落来，会使大喙食面，展现出少女上界水的笑容。